今年嘅巴士路線計劃建議開辦九巴73H，係往返沙田愉翠苑至大埔富蝶村嘅。由愉翠苑開出，經過沙角村同埋沙田火車站之後咧，就直接落公路去大埔啦，去廣福村、廣福道、大埔中心、那打素醫院同埋富蝶村。因為近年咧都多咗唔少嘅巴士同小巴行吐露港公路往返沙田同埋大埔嘅喎，而且都幾受歡迎㗎。似乎73H 咧都係想趁住呢股熱潮分一杯羹嘅。服務時間咧喺平日愉翠苑開10:3至到8:3啦，富蝶村就開9:3至7:3，假日嘅尾班會延後1個鐘嘅，全日嘅班次都係半個鐘一班車。似乎就係巴士公司打算啦，非繁忙時間咧用嗰啲閒置車輛嚟搞啲新意思啦。咁啊，整體嚟講咧，條路線都定得幾直接嘅，唔使行大埔舊路，而且係點中咗幾個主要客源啦，例如係威爾斯醫院、沙田市中心同埋大埔廣福道。咁因為73H入到大埔中心總站咧，我就特別期待嘅，因為其他往返沙田大埔嘅巴士小巴咧，都喺大埔中心嘅外圍，最近啊都係停一田或者係文娛中心。咁73H就似乎方便到唔少嘅市民啦。咁啊，其實呢一個咧都係今年沙田區 RPP 唯一增加資源嘅方案啦。其他唔少都係減班或者取消路線啊。詳情就可以睇下交通關注組嘅 IG 或者 Facebook 啦。